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晚安！欢迎来到哎呦阿姐讲台语故事的时间。哎呦，咱今日要讲的故事是交男朋友的珍珠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交男朋友伫倒位呢？伊伫台湾的南部，是云林、嘉义、台南三个县市的一部分。交男朋友白米的产量是全台湾上悬的哦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你食的白米饭是安怎来的吗？做事人是真艰苦，将稻仔为黄仔照顾到结穗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。那安尼，咱就来听今日的故事咯。一只水鸡徛伫咧牛角顶悬，伊讲：日头光夜夜，又搁伫咧过日，牛仔兄，你真享受呢。哦，就要搁捕田啊！我咧放松筋骨啊！白人士，感谢你来甲我斗顺田，互我会当较早收工咧。牛仔讲：等一下，这要做整的啦。只后切仔发芽生长，天后大丛收成，一定会请大家来互我请。捕田，透早就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辛苦无人问，行到田中，行到田中，为着过三顿，过三顿。毋惊田水冷酸酸。牛仔讲：种作遐尼艰苦，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阮赶紧大丛。天公伯啊，紧落雨啊，阮强强要着煞，毋通搁来创治阮啊啦！啊，足上的！哎哟，是你的身躯顶有白虫害，你紧甲虫掠起来。下记日嘛爱甲草仔投互病，阮才袂破病。昆宾伯啊，又搁咧唱歌咯。西北雨滴滴落，一仔鱼要带某。昆宾姆嘛讲：你搁才逍遥，我是咧等雨停，通好落田。牛仔讲：日头遐尔炎，你着紧落肥，互阮养壮，抵抗白虫害。阮已经大巴肚啊，连面着要出水啊。早起10点到11点着要浪花，这是阮团中接待大日子。天公伯啊，你着保庇，毋通透风，嘛毋通落雨。稻草人，你伫遮创啥？稻草人讲：昆宾伯啊，派我来看顾稻啊，互因紧大丛。牛仔讲：免着惊，鸟仔兄，搁过2工仔就要收成啊！到时阵恁才来互阮请。连面要挂稻啊，雨又搁一直落袂煞，阮袂使晕倒。昆宾伯啊，你着爱替阮斗祈求。挂稻仔咯，额头日头花金死死，汗水嘛变甘甜。水田对着阿公的骹步，
进出做世人的心。天顶的鸟只，请你嘛来休困，看着阮结随丰收的春天。七啊，大粒拢圆滚滚，有够把水的啦！架起来就亲像珍珠同款，遐尔水。对我讲，阮的出世就是要奉献予大家食，所以我毋惊风吹日晒，打拼咧生存，看大家丰收才欢喜。就算搁较艰苦，我嘛甘愿。鸟仔兄，恁着免说哩，爱食好饱。好，阮真佩服昆宾伯啊，迄款骨来拍拼、乐天知命的精神，嘛爱听伊泡茶碰风的笑声。昆宾啊，你着莫搁细细念啊！好，这个故事就讲到这。小朋友，你即马是毋是知影？你逐工食的白米饭是安怎生产的？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：一粒米，百粒汗，代表做世人种田的艰苦。所以讲，食饭的时阵，爱将碗内底饭拢食好清气，爱食偌济得偌济。袂当浪费拍算哦。最后，爱会记你互阿友阿姐一个赞，继续听阿友阿姐讲台语故事哦。咱后一届再相会，再会。